夢想創意呈現，心心媽媽講故事，人魚公主，作者心心媽媽。呢個係一個有關人魚公主嘅故事。每日朝頭早嘅時候，人魚公主都係人嘅模樣，但係到咗晚上，佢就會變成一條魚咁樣。所以每當太陽下山，人魚公主就會由人變返做魚。由於人魚公主同佢嘅父母都有同樣嘅特性，所以佢哋一家人喺陸地同埋海裏面都有一個屋企嘅。喺日間嘅時候，佢哋會住喺陸上面嘅屋企，而夜晚佢哋就會返去海底裏面嘅屋企。人魚公主自細就非常鍾意食啫喱糖啦。每一日，佢嘅父母都會喺上課之前俾5粒啫喱糖佢，俾佢喺小息啦、午飯同埋放學之後食嘅。有一日，有一位同學見到人魚公主手上面嘅啫喱糖，就好羨慕咁問啦：人魚公主，你嘅糖果望落好好味啊！你可唔可以請我食一粒啊？我今日唔記得帶飯返學校，我而家好肚餓啊！但係人魚公主就面帶厭惡咁回答：我係唔會分糖俾你食噶，冇飯嘅話，你咪搵老師咯。呢粒糖我點都唔會分俾人噶啦。同學聽到非常失望，只好低頭不語離開。放學之後，人魚公主同好朋友思思一齊去到沙灘上面執貝殼。原來人魚公主自細就有收藏唔同五顏六色嘅貝殼嘅喜好啦。佢收藏嘅貝殼種類繁多，有啲係海螺嘅形狀啦，有啲係星星嘅形狀，仲有圓形、三角形。人魚公主非常鍾意呢啲咁美麗嘅貝殼噶。一直以嚟都小心翼翼咁樣將佢哋收藏喺首飾盒入面。而思思知道人魚公主中意貝殼，所以當佢執到好靚嘅貝殼嗰陣，都好樂於同人魚公主分享噶。呢一日，佢哋行喺沙灘上面執下執下，思思突然之間驚呼道：哇！人魚公主，快啲嚟睇啊！我執到個好靚嘅貝殼啊！你睇下呢個閃閃發光嘅星星藍色貝殼，佢真係好靚啊！我好中意佢啊！人魚公主聽到即刻跑過嚟睇，然後就同思思講：哇！呢個貝殼好靚啊！你就將佢送俾我啦！思思聽到人魚公主嘅說話，面有難色，尷尷尬尬咁話：但係我都好中意佢喎。如果我將佢送咗俾你，我咪冇貝殼咯。人魚公主皺一皺眉，不以為然咁回應：唉，冇所謂啦，你講過中意同人分享噶嘛。思思又話啦：咁啊，好啦，咁我就將佢俾你啦。但係你可唔可以用你執到嘅貝殼同我換一個啊？人魚公主又回答：我先唔要啊！明明係你自己要大方噶嘛，我就唔似你咁大方，我先唔會俾我嘅貝殼你啊！思思聽到，不禁喺心入面抱怨人魚公主嘅自私，結果兩人唔係好快樂咁不歡而散。到咗傍晚，人魚公主變返做魚嘅形態，佢帶住身上面許多貝殼游返佢海底嘅城堡入面。原來人魚公主喺收集完貝殼之後，仲要去收集海草去做頸鏈噶。所以人魚公主回到城堡之前，仲要周圍去揾海草。人魚公主喺水裏面左顧右盼，終於揾到一條好靚嘅翠綠嘅海草。突然之間，佢見到一隻小海馬困咗喺海草群當中啊！佢大聲咁呼救，引起咗人魚公主嘅注意。呢
隻小海馬一見到人魚公主就即刻大叫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人魚公主，請你救一救我啊！好痛啊！但係人魚公主見到咁樣嘅景象就回答：哎呀，我好忙噶，我而家搵緊海草啊！如果我救你嘅時候整斷啲海草點算啫？哎呀，我唔會救你噶，你等其他人救你啦。小海馬好無奈，佢身上面好痛，但係佢不斷掙扎，人魚公主都唔理佢，結果人魚公主仲走咗啊！人魚公主搵完海草就翻去城堡裏面啦，佢將收集翻嚟嘅海草同貝殼整成咗一條非常之靚嘅頸鏈。整完手工之後，佢就游翻出去海底裏面玩啦。佢游下游下，見到一條非常之大嘅鯊魚啊！鯊魚就話：我已經3日搵唔到食物啦，你身上面仲有一條咁靚嘅貝殼頸鏈，加埋你啱啱好俾我食咗你啊！人魚公主就即刻大嗌：哇！救命啊！有冇人可以幫助我啊？呢個時候有一隻海龜經過，人魚公主即刻就話：海龜先生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可唔可以幫助我啊？可唔可以救我一命啊？條鯊魚喺度追殺緊我啊！海龜先生見到人魚公主之後，諗起自己上個禮拜發生嘅事。原來當時海龜先生因為搵唔到食物，非常飢餓，而人魚公主竟然連少少食物都唔肯分俾佢。海龜先生就心諗：上星期我搵你幫忙嘅時候，你拒絕咗我，你今次就依靠自己力量啦。講完，海龜先生就離開咗啦。害怕嘅人魚公主只能夠不斷游，不斷游。終於佢游到一個好遙遠嘅地方，呢個地方叫做巫婆山谷。喺呢個巫婆山谷裏面，佢見到一條黑色嘅魔鬼魚，佢全身都傷痕累累啊！原來上個月呢條魔鬼魚都俾鯊魚攻擊過啊！當時人魚公主竟然一邊喺度食啫喱糖，一邊就好似睇戲咁樣欣賞鯊魚攻擊魔鬼魚。終於去到今次，俾鯊魚追嘅人就變成咗人魚公主啦。人魚公主見到魔鬼魚就大嗌啦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俾鯊魚追啊！魔鬼魚見到即刻就話：哇，真係危險！我而家即刻嚟幫你啊！魔鬼魚用佢嘅星星頸鏈做魔術棒，發出叮叮當當嘅聲音，星星就發出咗好多金黃色嘅光芒。呢啲光芒照射向人魚公主，人魚公主生出咗一對小小嘅翅膀，佢變成咗一條飛魚咁樣嘅形態。於是佢即刻跳上水，停留咗1-2分鐘，再落返水。而當佢返到去水入面嘅時候，鯊魚已經走咗啦。而人魚公主都恢復翻本來嘅面貌。魔鬼魚見到人魚公主平安無事，就同佢講啦：唉，人魚公主，其實當我哋見到有人有需要嘅時候，我哋就應該去幫助別人；當我哋富足嘅時候，我哋就應該同人哋分享。無論做人定係做魚，我哋都唔可以淨係自私自利，淨係諗住自己。如果他人有難，我哋就唔幫手，以後自己有危難嗰陣，都唔會有人幫助你噶。人魚公主非常慚愧啊，佢耷低頭話：唉，經過今次慘痛嘅經歷，我都明白咗，有好事嗰陣要分享俾人，而當其他人有事嘅時候，我都要幫忙噶。好多謝你啊，魔鬼魚先生。亦都好對唔住，我上次竟然冇幫助你。其實明明上次我都應該可以幫到你噶。決定改過自新嘅人魚公主喺第2日放學嘅時候，拎住咗一粒藍色嘅星星寶石同埋一粒粉紅色嘅星星糖果。佢將藍色嘅星星寶石送咗俾思思，同佢道歉。然後又將粉紅色嘅星星糖果送返俾上次肚餓嘅小朋友，仲同佢道歉添。
思思同嗰位同學見到人魚公主真心悔改，都好快樂咁樣同佢和解咗。佢哋三個仲做咗好朋友添。而從此之後，呢位人魚公主無論喺陸地上面定係海洋入面，都成為咗一位樂於分享、人見人愛、樂於助人嘅人魚公主啦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想聽更加多嘅故事，又或者想了解更多 Read My Name 個人化兒童圖書系列，歡迎登上 www.readmyname.com 或者喺 Facebook搜索 Read My Name 香港，讚好關注專頁啦。